同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怡。今日村民大会来到为屏东竹田，讲到台湾，乡亲听众谈过人讲台湾是兰花王国，也呢，人就来到为屏东竹田的兰花园。乡亲有看到无？同安面头前也一缕一缕雕出来的暗浆的花，就是万推兰。其实万推兰是热带的兰花，是由农民对泰国同其传落来台湾种植，也按多年来未发展到以后，韩国主要都是外销。其实台湾兰花的切法外销已经发展到久的，尤其是文心兰，单都是外销到日本去，睇日本的市占率当高。不过也抗产业发展的按多年来，韩上的一份天呢。所以呢，也按多年来，农民又想去开展市场模，也睇一个产业的销售方又要遇到乜个新的挑战。韩国面对气候变迁、天气的变化，农民喺种植方面又要遇到哪条问题？今日村民大会有请到位农政单位、韩国外销营业者，还有农民朋友共下面对面来讨论。前天刚头来到节目讨论的现场哦，也下节目已经来到为竹田茶头顺丰的池上一龙文库叶片。头现场呢，今日来到的当地的乡亲，家头就是种兰花的经验。韩国做的看到今日现场的布摆，看得到各种色都有动静的花哦，有万推兰，韩国来顺丰大家看到的很多仙女兰。也一盆哦，6万的元哦。正经讲起有动过的价钱，韩国顺丰看到有九凤也嘅很多圣耀兰，其实佢有呢伊个名嘅很多曼谷美人，有按后堂嘅名嘅，其实都意思有按经营的农民来种，这样有按好品质的兰花喺台湾来生产哦。今日来宾我想同大家介绍嘅係农委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嘅分署長姚志旺姚分署長。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第一位來賓，我同大家介紹嘅係高雄農業改良場嘅處理研究員汪醫師汪研究員。主持人、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請坐。第三位來賓呢係呢松永實業公司，咩係呢國內切方外銷貿易青態一類市場嘅協理黃淑清黃協理。各位鄉民，大家好。請坐。前面來賓，我同大家介紹嘅係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嘅園藝生產的研究所金時文金教授。大家鄉親好。歡迎，請坐。韓國呢，其實咯，現場係來當到嘅主要都係種蘭花嘅農民。今日大家呢，始終共下來討論，呢台灣蘭花產業未來嘅發展。對一種凸顯簡單嘅同民眾嚟紹介下，也能看到有按到蘭花主要係乜個品種，按到乜個名哦。一般人可能會提黃色的這個叫做文心蘭，但是今天現場是沒有看到文心蘭的。不過呢，文心蘭其實在台灣的市場，外銷市場或者說台灣種植其實是發展非常久，發展長久的。韓國亞哈呢有看到呢萬推蘭同淺推蘭，亞兩個手掌係睇耐咯，他們的葉面花的那個表現，我們的萬代蘭的花瓣比較大片，那我們千代蘭的花瓣呢其實是稍微小一點，不過他們呢。都一樣是熱帶蘭花，那在台灣呢已經發展了好幾年，但是主要還是以文心蘭為主。那最後呢，我們看到這個紅色叫聖耀蘭，這個聖耀蘭呢是近年來我們在台灣也是慢慢有把它種起來了。在旁邊這個紅色就是尤其公園的時節，可以的特別的有喜氣，所以那時候市場也是特別的受歡迎。所以呢，台灣的蘭花產業，韓國喺屏東地區有哪條勢力好發展哦？先看一套樣片，再過來討論。屏東竹田鄉有東方區觀海，實現熱帶氣候同泰國嘅環境當中，同時合種熱帶蘭花。將係金黃色嘅文心蘭，廣拜刺激嘅時，台灣出口去到日本嘅文心蘭，有4個月係對竹田出產嘅。有包裝工業去挑土用長土同壓差結構來做分類等級，品質管控10分嚴。佢都唔可以連續跌兩年，跌1年還可以，跌2年一季花都唔可以日本嘅。那落雨後嘅花類啦，有蝴蝶啦、鳳蝶啊，嗰啲速度平嘅也唔可以嘅。所以更何況那個蟲害也更加唔可以。
有从人家国外跟呢有输送的法律也可以。民国84年开始，屏东竹田的农民陈文琴看到关内的市场无安泰，随即去发展外销。86年了后，文心兰的产量增加东多。那个时候台湾外销日本的量是1年是380万只，我们一个班的量是974540只。那个时候我当班长的时候，我把高屏2县有18个乡镇，有76个花农，我们竹田集中在竹田做外销。不过後來去到日本了後，沙汰落架。東東農民唔單止冇賺到錢，還愛倒貼空運機票錢。後來保險的技術做較好，萬用海運，感受好順沒問題，市場的供應量佔日本的進口量90%。所以1年4季，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有在出貨。那剛好日本它是有季節性的，它用花也有季節性的。如果碰到價格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希望價格可以起來，等說下次可以賣到好價錢。所以這個農民他是算整年的收入啦。陳文琴講，透過保險的技術，文心蘭社開21年，對前後都澎湃19-12年的時間，用保險的技術是維持發情形，等到賣到消費者數紅，還是12個禮拜的觀賞期，將是維持台灣文心蘭同日本澎湃市場的市佔率。台灣的文心蘭哦，喺日本市場嘅市佔率有超過90%嘅，有按好按穩定嘅市場，做嚟講係農民韓國人嘅相關福建一路嚟發展下來，見到10萬嘅成果。不過對亞種土方現代鄉親我哋了解，人哋文心蘭喺台灣發展嘅情形哦，其實呢。因為佢係大嘅蘭花品種，故所佢喺民國75年時節對泰國傳落嚟台灣開始種嘅，韓國種嘅過後，面積其實一開始沒一多，差唔多10公頃，天天嘅成種都80公頃，都為台灣嘅市場市區都冇安泰嘅時節，加沒有同鄉親共鬥，我們在地產銷班的班長陳文琴陳班長，他就開始要拓展我們的國外的市場，故所呢。都會開始做外銷嘅時節，其實民國95年嘅時節呢，佢嘅外銷，其實係外銷花費嘅第3名。到係民國95年嘅時節，其實已經來到係大頭名嘅外銷花哦。到係三下來廿幾年嘅發展，同樣係當穩定嘅。當年差唔多為外銷出去嘅產量，差不多都是2500萬隻左右，可以說它已經佔了日本的銷售市場係當高嘅比例。整體來說，做嚟講，文心蘭的外銷在我們台灣外銷花卉是很重要的一項。這部分我想先請教我們農糧署的姚分署長。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文心蘭亞產業喺台灣已經算是穩定下來。這20-30年來，你們怎麼觀察這樣子的產業穩定？就是一直是這樣的情況，還是說其實是大家努力出來的一個功效？台灣目前在總共的所有的蘭花面積，大概種了有1000多公頃。那年產值將近60億，不管是在內銷在外銷哈，但是目前國內大概最大眾是以蝴蝶蘭哈，在第2名是文心蘭，但是兩個產業的差別都不大。但是因為在地的話，我們想說文心蘭就是像竹田這邊，它是透過陳班長哈，陳文琴班長他之前在竹田產銷班這邊慢慢去把整個產業跟所有的農民大家一起來合作建產銷班，現在有一個文心蘭產銷協會，那這樣子一個產業的發展，我想對整個正面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哈。因為以前我們大概在對於蘭花，其實在國人來講的話，它雖然不是生活上必需品，但是蘭花的產業為當地我們不管在農業一個轉型，因為在這邊很多人都以前種檳榔。對，那檳榔的轉型，可能農民會考慮到說，那我需要一個產業來支撐它。那文心蘭剛好在這個轉型的季節裡面，轉型的這個過程裡面，非常適合這地的發展。而且在我們班長跟這些我們農民共同一起來發展之下，其實創造了很多的這些蘭花的奇蹟。那協理，我們在開展這個日本的市場這麼多年來，其實好像是非常的穩定。那就您在貿易商的角度來看，這樣子穩定的市場是確實會一直穩定下去，還是說就你所觀察我們目前產業的現況？在日本看到10支文心蘭，就有9支是台灣的。哦，雖然說最近幾年越南有投入了一些生產到日本去，
可是它的占比是非常的少。那还有它有一些客观因素，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说，这么好的一个文心兰的产业，我们要如何去？我要说它为什么好，因为这个黄花真的它具有市场性，它造成了在日本市场一个黄色奇迹。为什么在日本市场从来没有说一枝花一个颜色就可以行销日本，而且每年达到2000万支，这是一个市场性。然后第二个是它拥有高单价，就是说它平均一整年的日币有超过100块日币。可是我们以整个日本的市场面来讲，所有的花卉它的市场的流通的平均价大概只有日币65块。可是我们的文心兰能够达到100块日币，所以它有非常高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这边想要呼吁的说，有这么特别的一个品种，是我们的产业要如何去维护它、呵护它？我们要维持我们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就是要以维持一个高品质的东西在日本流通。然后我们要如何呵护它的价值呢？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价钱不好的时候，不符合成本的时候，不要出去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高知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高单价。好，谢谢协理。太嘎嘎跟讲，我们的兰花文心兰主要係香港受到日本去啊，做嘛太家主想香港受到日本去咯。現在日本嘅鋪賣市場上一股天呢，其他國家還冇像日本有按人嘅股天的鋪賣市場。韓國嘅家私非常的公開透明，也有一個穩定的市場機制跟拍賣的結構，所以在這樣子的信任之下，其實人台灣主要蘭花係去賣到日本去，就會認真嘅市場係當股天呢。不過設計發展都按照對剛下分署長還有協理所說到的農民第一線，也就設計幹部要用辦，也就嚟談農民的想法。喺一位先生，我先發言希望。喺咩想講我哋可以針對我哋文心蘭做啲農業師傅嘅訓練，有一幫人來同聽做，一人做起嚟揾幾人，因為嗰度班人咧有啲屬於種嘅勞力上嘅問題，可以係個困擾，天一點上嘅建議講啊，喺咩講咧有到年年都65、70上嘅退休嘅有農民有發現咧，一啲荒廢嘅，實在也幾可惜。董大松。喺咩講可以講來宣傳一下有位後進嘅先進嘅上入嚟有位後生人，係咪上咗嚟學習嘅嘛？嗱可以來學習，你搞快嘅場所可以分組18筆，比如嚟學習嘅場所。比較深入可以繼續進行下去。希望是多一點人，如果有一個大家一起學專業性的農業師傅級的，專門在幫我們文心蘭園做一些工作的夥伴加入的話，我相信對我們蘭花產業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幫助。好，謝謝。安子仔，你唱酬。今家呢，所有的技術，我哋農民所有真厲害。今家都一點問題，我哋生產的時間，也花價6000台，一樣嘅價格有問題。我認為呢，從個見個畫面上嘅看到嘅像日本，佔係90%啦。我哋應該培養嘅貿易商特別貿易人才，睇下方面加強，我哋嘅貨能可以出去，呢。我哋能可以揾到錢，以上，謝謝。多謝先生，還有鄉親愛發表意見的冇？一位先生。種植蝴蝶蘭，它有它的策略可以去對抗，但是在種文心蘭的時候，其實就是會面對到很多外在因素，我沒有辦法控制。所以講有些人會想到，哪個原因會突然天數也嘅部分的話，應該會清楚。譬如講，今年天氣越來越熱啦。然後從個病蟲害問題、羅害的問題是最嚴重的。是。按講我哋今日想講羅害嘅問題，我研究一下，其實在培文心蘭當個羅害的問題已經困擾10幾20年了，10幾20年到現在好像還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解決的方法。是講，既然我講今日講追求高品質，然後把日本的市場給顧好的話，這個問題勢必要去面對，因為天氣越來越熱嘛。然後品種樣片可是一直在面對，一直不斷說嘗試做其他的熱帶花卉，其實就是為了要面對說將來越來越熱的問題。
但是我觉得说回过头来，还是一些基本上栽培的技术，是不是有人可以协助我们？你所谓的协助是有相关的复杂，就各种从业的。譬如讲农规仓啊，譬如讲一些农委会。后告请商，或者说有时候面对到像台风啦，还是怎么样的那个灾后的赔偿或者协助，其实我觉得说这都需要一些政府机关跟官员或者说一些学者来帮忙我们这些农民。谢谢你，请坐。刚刚农民讲到的就是除了有破卖市场而行卡问题以外，还有提到讲的，农村人口老化按严重，还有人来天数咁有安尼嘅机会，韩国呢平常很也部分按用嘅方式，韩国面对天时变化，要用嘅有新的品种也配嘅方式来天数么？我想先请教 NT 先农会嘅总干事哦。刚刚农民有讲到，其实见到读到按的一个问题啊，农会鸦片有没有观察到或是掌握到他们这样的情况？一直以来，我哋对一啲新手班呢，我哋拢以从旁来协助。从中来辅导不管以我哋喺88年的时间有文心软喺日本市场有本盘的时间，啲空运都海运我哋喺采后处理都喺我哋保险的技术呢来改善大部分啲品种的更新都啲我哋呢南西到我哋柠檬绿也品种呢农会呢来对我哋食货场的各项的设备以及我哋华农呢要扩大经营规模的那个设施，我们都一直来给予协助，来去辅导啦我哋更加头多我哋华农讲到的农村人力不足的问题呢问题也按照我哋政府也有喺做努力嚟训练一批我哋农业师傅工啦农业师傅工可能是针对啦，针对到嗰度国泰果蔬啦，因为我哋屏东係那个水果的大县啦嗰時候針對的果蔬，對於要文心人呢都講冇啦。其實喺中間有一個師傅工來去文心人的發言，他也可能會，可是今天他所遇到的困難，都多困難。如果講根本係咩同聽佢係咩，我冇強約。意思講很專業的啦，也我哋農糧署的我哋分署長在這裡他也聽到了，他可能也聽到了，就是說我們文心蘭還是要訓練一批比較專業的農業師傅工，也我哋來努力，我哋向上向農委會呢來反映啦，以上呢。報告一下，謝謝。等下总公司我想问一下研究员，刚刚农民提到我们的病虫害的防治，我们在农改场这边其实长期都在做研究。那针对他们这样的状况，我们这边有掌握到吗？能有一点帮助协助他们吗？文心兰已经栽培相当久的时间了，所以主要的病虫害大概大家都有办法克服。那现在屏东地区或者甚至整个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刚刚提到了这个软体动物，像是蜗牛啦、蛞蝓这个防除。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在使用药剂的方面还是就是防治效果有限，就是像是福寿螺，你也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去根治它。那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些栽培面，例如说我们从苗木开始，你用干净的健康的苗，然后你的介质可能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介质的酸碱度，那再用那个干净的盆器。就从刚开始的那个根源就开始做起，把这个杜绝在我们的那个盆子里面。那后续呢，可能我们整个的环境的清洁啦，或者是床架的这个清洁，可能在你新的植株要开始定植的时候，这里就要先去处理。所以这个是在整个栽培环节里面环环相扣的，都要去注意的点谢谢研究员老师。现在农业其实不仅是兰花，整个农业面对气候变迁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都面临了很严格的挑战，很重大的挑战。那您怎么看？好，因为在全球变迁、气候变迁这种环境底下来说，这几年的气候来说，其实文心兰也渐渐，我觉得说要有一些的简易的设施，或者某种程度来说去做我们的稳定生产和让我们的产量品质提升，这是我想这是很重要。文心兰从南西到柠檬绿，是那柠檬绿当然现在是一个鼎盛，我们有没有下一个？下个品种，因为切花来说，其实它所要求的品质，也就是很多条件是
是更严苛。当然，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有香吉士啦，有很多品种出来。那其实来说，其实这一部分，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靠农民的一些的对于说我自己的产品，好，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走到下一个阶段？文心兰是要更新的。对，在更新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挑到比较好的苗，或是有一些在田间里面发现的一些变异，然后可以作为说下一步我在做更新的时候去做一些的基础。谢谢老师哦。从我们气候变迁要找出它克服的这样子的品种，除了学术单位要努力，当然刚刚老师有提到农民提一些没有来喊卡上网单位来达标哦。不过呢，他也刚刚讲到啊，迄个用按好的品质，上会卖出去，也主要都係我受到日本去，咁有新的市場好發展。然之後就看下呢套樣片，繼續來討論。王牌王牌這樣調查文心蘭的情形，種完20年的文心蘭，用對樣同一般的農民冇相款，用石頭來種，係用竹炭，雖然成本較高，但是比起來較冇愛好練。除蟲啊，後生還可以，俺哋慢慢年紀以為石頭種的個耗體力你過要竹炭搞強，也搞個槍。研究文心蘭大約6年，就要重新個種好，將些生產品質較好嘅花型外銷，農民要重複來做分苗。嚟今年引進嘅萬泰蘭、千泰蘭還有新玉蘭分散生產嘅壓力。農民講，萬泰蘭主要係外銷日本，千泰蘭係內銷為主。種豐碩用戶強款嘅新玉蘭係嚟今年嘅新品種，尤其到過年期間，喜慶嘅顏色特別受到歡迎。品苗出來兩寸盆，種到開花。可能要1年半的時間，能有開花。也中間如果做農民的，佢冇其他樹葉，也開都冇樹葉。按迄種千代蘭，佢當然買迄個苗過來，種啊係買個太頭的苗，有都是帶花期來的，可能3個月、5個月，佢都有數錢的。佢出市場，係出我哋台灣的內銷市場。對待今年政府新南向政策，希望從設法產業推廣到東南亞，農民都少不少，乃市場加大變到2萬的日本，都變做自家人打自家人。講開就連今年還經濟冇台灣今年人工嘅成本也幾大，你穿個流程變做今年穿好去，慢慢嚟來，你市場本人分開來。嘅久而久之，冇樹葉嘅，我哋都漸漸去變係越開，都本人去進攻，都被別人佔去嘅。對文心蘭對日記差唔多幾百口，到嚟今年傳到大約40口台幣，甚至清地冇到10口連海運都付唔出，咁那些反做內銷甚至消費。都叫上外銷日本嘅情形下，雖然還是穩定出口，但是歷史就會受到日本嘅經濟同規則影響。拓展其他的市場，如果我們來看，主要賣到日本去，我們現在的無論是檢疫或是分級，這我們農民都很熟悉。可是如果假設我們要開拓新的市場，像黑紐西蘭要給市場，它其實我們的病蟲害的防治啊，跟來源的登錄，其實它的要求層級看起來，比日本嚴過多呢。故所講，剛農民們講到，想可以打開其他嘅外銷市場，唔過咁有按規嘿。因為其他外銷市場跟日本的市場一樣的分批，產量的分批，我們的產銷量要怎麼分配呢？如果我們想要擴大市場，跟台灣自家生產的蘭花咁有啦。那就先請教分署長，針對我們現在剛剛農民有說，我們不僅要顧好日本的市場，我們想要再擴大市場。這個擴展市場這一部分，我們其實政府這邊是有在努力推的嗎？外銷的通路絕對要是多廣元多面向的去做哈。對。那當然，日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再開拓其他，像有時候到澳大利亞、澳洲，或是說我們到紐西蘭的部分。是。澳大利亞的部分大概目前已經有通過這樣子一個檢疫，或是說一個已經可以外銷出去了。已經可以外銷出去。那像是紐西蘭的部分，那還有一些配套措施哈，包括檢疫的哈，包括這些目前都還在
克服当中了。等于是我们新拓展一个市场，其实它的生产的标准什么，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模式跟规格。没有错，因为我们所有的农产品，我们外销到哪个国家去，都是要符合当地的这些的一些检疫的规定哈。不管是兰花产业或是其他相关农产品产业，其实我们面向是很广的，尤其是最近政府在推南向的部分的话，那希望能够在我们比如说在新加坡市场，对，或是在其他的这一些马来西亚市场，或者说我们开拓更多的中东市场，是，其实说能够把这个农产品把它推动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的话，我想市场需求一定是有的，但是怎么在当地建立上这样一个流通的市场，流通的这个通路上来的话，包括这些政府怎么配套去措施。包括辅导农民去生产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整个新增、整个增热、整个这个设施，其实都有一定的这配套措施要去努力的。好，谢谢分署长那协理，实际刚刚分署长说，我们政府已经在努力要克服就是我们这些问题，希望可以打开通路市场。那就您以贸易商的角度来看，我们日本市场既定也要顾好。那开拓市场这件事情有这么容易吗？还是那你们怎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兼具几个条件，才有出口外销的竞争力，就是一个品质要好，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供应量要稳定，是，第三个是一个价钱要合理。对，要符合这几个条件，我们都可以开拓其他的市场，这是没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可是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专业的那个销售端，对，他首先要去深入的了解当地市场的市场的需求了解它的通路，去开的通路。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产端，我们一定要去有耐心的去配合了这些通路的开发，然后去适合通路的规格化，因为每个市场不一样。对，日本有日本需要的规格，是没有其他的市场不一定都跟日本一样，所以农民也要配合的说，开发这个新的市场的时候，它市场是需要什么，我们要有耐心的去配合。可是这中间有比较，我觉得现在目前有困难的是，因为我们生产端经常是拿着日本市场的标准，是那个价钱来比较，说我要开发其他国家是不是能够拿到相同的利润，可是这样就会经常会导致一个供货量不稳定。因为你看的价钱在跑的时候，对，你如果日本市场高的时候你就不出了，你就造成要开发其他的市场就有困难。这是我目前有看到的。谢谢协理。我们具备了条件之后，那农民他们的想象又是什么呢？我也要同时间在可帮本先从我们产销班的代表，针对这个外销的问题，我们有实质的建议吗？班长？目前我们文心兰外销策略呢，我们是继续占有日本市场优势。对。台湾的文心兰占日本市场90%。对。那除了这90%以外的，它可以利用这个文心兰的产业，可以带动台湾很多品种的花卉进入日本市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农委会呢也一直在辅导我们在扩展第三市场。对。那我们文心兰最直接的就是海运最便宜。是。那海运1个礼拜可以到达的是我们未来要去发展的市场。那我们目前呢是锁定在那个中国大陆市场。是。但是中国大陆市场呢本来我们国际处每一年都有补助我们文心兰协会到大陆去参展。对。一年在北京，一年在上海。那今年很可惜国际处他没有补助文心兰协会去布展，然后去展。那我是希望说明年如果国际处经过许可的话我们大陆市场还是要继续再开阔了好，谢谢班长，请坐。那宏志，以你来说，比较有开放性的想象在这里呢？面临未来的气候的变化是全世界的挑战。那其实台湾有一块不止在生产这一块而已，我们在国际的这一个品种专利的布局，我们一直是缺乏的。对，那这一块我想要面临未来的一个品种选别的时候，跟专利的这样子的布局，是我们
不止在生产以外，要去多重思考的一个原因。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当你专利布局跟你的市场开阔同时的时候，你才能够确保获利。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保获利，为什么花药卖到日本，然后放在大陆卖到澳洲甚至纽西兰？其实，在很多的国际的一个贸易的过程里面，是专利布局先行。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当然日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外在做我们的文心的拓销的过程，他们都觉得说，如果你已经卖日本，就 nothing to say 了，就是你的品质不用再去怀疑了。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生产的量的布局呢，事实上花卉是一个奢侈品，它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跟我们的节气有极大的相关。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全世界都需求花，但是问题是你平常没有跟他做生意，我突然间要把花卖过去，它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今天很特别，我们把产官学大家都拉在这里了。针对未来10年、20年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针对生产到行销末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再重新思考，我们在这个市场布局跟这一个专利布局上，怎么样来重新思考这件事情。谢谢宏志提供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那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吗？这位先生。其他的跟呢生产者跟生产者嘅立场吼，我是希望讲，虽然通讲更加有越南的花要送日本。不过，我哋农民要自立自强。我讲我行啊，就种植专业片，我哋农民要因为有亮点，方法体力，我哋要计划性的种植。是。我哋要对我哋现有的花，我哋要做调节。我哋要可能是像我哋日本每年有加西果的时节，我哋要迎合佢嘅加西果的时节，我哋要动花生产啊，嘅时节。安尼，我哋都卖到好价钱。我哋台湾过年过节有用花时节，我哋每本时在炖花做调节，炖花菇啊，嘅时节，我哋都尽量炖我哋花，台油加丝，差那多钱的时节必有花开。天然的方法，天然的方式，我是因为讲，我哋要炖我哋要么种的变年轻化。以前我哋种一个文心兰一头，其可能对片苗出来要种到6年。我哋更加应该要嚟做到差唔多4-5年都好，嚟淘汰起来，变年轻化，佢后生，佢开嘅花都佢太贵，佢太怕，花啊佢少，品质啦不过讲。老师，刚刚农民说到的，我们外销这个市场，我们要努力的开阔。可是刚刚有一位先生，他是比较提说，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些专利这样的想法。那您能从他们刚刚提的，还有我们这个产业要永续，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其实我想这几年来说，很多事情，因为比如说像以东南亚地区来讲说，其实来说，越南我想目前应该是文心兰也应该有一些出口出去，但是事实上来说，越南因为它是一个法国属的，以前是法属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文化上就已经喜欢花卉。但是这个国家就是在这几年的时候一直在往上爬，我们都看到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其实在很多在政治上比较稳定一点的底下，其实开始就思考到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一块来说，我们目前来说其实是也许它是一个出口，我们可以出口去做的，但事实上的说，将来有一天它绝对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些东西其实，当然从我们的品质和在各方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往上提升。那当然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产业布局上也要去思考，那在未来的一些的竞争对手。好，那比如说像纽西兰、澳洲，也许说它目前在检疫上面，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检疫比较严格的、严谨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那一块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去做一些能够让它这些在整个生产上来说更进一步，因为所以这边就牵涉到，因为像我们文心兰产业上目前来说，基本上它设施很简易的，而造成这个东西后面检疫的端这一块来说，可能问题的稳定性就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其实在整个我觉得在产官学上各方面来说，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分进合集的动作，你不能说再去说我就是我文心兰产业生产面就是这么样子，然后以后就市局上怎么变动跟我没有关系，不对，因为这是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地方。当然就是能够合作，然后能够
在大家里面说能够像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像陈班长也提到，中国大陆它的目前的价格是差的。对。那是不是大家在某些程度上，我们能够说去在某种程度把这个市场顾起来，把这个鸡养大，然后以后它有的市场，然后当然也许有一些时候需要说在某些方面得到一些的回馈，或者说我们必须要在某些方面做一些牺牲，但是你必须要从长远的路去看这条路。这才是我觉得说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需要大家去努力。线上讲到我们要长远的来看市场的发展，不过实际来讲，农民要顾好因现场的生产面，确实还会遇到一道的问题。无论其他都想要卖出去遐，加有更多的品种可以防止，也还讲我们如果要加强我们的资材的话，这个部分其实都有一些问题跟困难。那台湾的兰花产业相对行业的发展，再过来看一段样片，继续来讨论。分序部储蓄分检查发嘅情形，种土黑兰已经20年的农民总认种2公顷，种土黑兰的技术透过自然点直接拿到好成绩。我哋卖伊嘅品种归落来，我哋搞批出新的品种，再卖多转移。外国人是嘅家私啊，有个高骨多的，嘿，所以安尼伊嘅价值骨高。嘿，比一般讲落杯像外地买个服帖的啊，伊个买品种，同样个安尼吼，是无共用的。但是比起切发3年，土黑兰得到喷发，达头培育嘅时间大约3年，近7年前最适合嘅品种，个无充足兰腔款是透过组织培养大量生产，所以行嘅系经济嘅路线。把花挂上去啊！人之本身难当6年做弯头，弯落个球光，系变做大量的农业废弃物，只有农民同学者合作，水取其中的成分来做面膜。所以这个尾端啦、米端啦哈，就是我们把它萃取它的那个多糖体来做面膜，而且我们是用比较好的蚕丝面膜来把它呈现它最好的美白效果。那把所有的千代跟万代串成花串。除了做加工品，只经要增加兰花产业的目标款价钱，业者咪设兰花观光法人，结合农场同观光，用体验的方式帮兰花诱导民众的生活度，为了打开兰花的内需市场。我打开兰花的市场确实无按过，不过农民喺讲喺种植业方面就先顾好品质，就唔是说唔对卖到哪去啊，因为有好的品质。当然就会有人抢着要。那马上抢高的雄众就会讲，其实喺农民喺种植方面，加后炸啊、欣赏的没有讲到讲，我们在资材方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协助啊？工作鸦片，咁有法度同民做地位听出也讲，同其手机签到那条资源。屏东县政府更加有一位农业大学，只有50岁以下的乡亲呢，有去参加也位课程，经过一定考试特级。可以去落杯啊，做也位农业的也位实时的时间，伊有可以退款300万。所以嗰度东西呢，我哋乡公所呢，我总要都小心呢，同我哋呢农民讲比更清楚来，将我哋最好的也位方案呢，同我哋呢乡亲讲，比咁。大一去搞为也为减少的经费。其实刚刚熊总讲到的，我们从生产面先不出农民先同家的天数，不过实际农民咁有配的方式，除了我体现的种植以外，我想要提升附加价值，从刚刚样品当中有看到，做的做休闲产业，某去做，我们可以拿去做加工产品，做一些科技的产业的开发，我们也有乜建议，做的提出来也抢卡数好吗？就是因为我是青农回来，就是投入就是种植嘛，所以我一开始我的成本是不足的。那其实因为相对于其他果树或者是短期作物，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投入的是设施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我当初就是先借助就是政策性的贷款，这一方面的就是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再来是我有参加产销班，那很多就是我们购买资材啊什么，其实都可以透过产销班，因为集体的力量去采购，可以压低我们的成本。谢谢，谢谢，请坐。那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那位先生。那我的重点就是说，你今天一个青年农民要回乡，你会面临到资金、跟体力、跟家庭
的问题，它彼此之间会产生冲突。那你青年要从事农业，第一个你要选择你要做什么行业，什么样的农，这就很重要。你要先把你的通路先想好。那我会种植花卉很大的原因就是刚好产销班的存在，因为它已经有现有的日本的通路基础。对，那所以因为我投入的资金很大，对，那你一个年轻人根本没那么多的资金，所以你一定要去借一些政策性的那个贷款。对，那因为你有通路，你才有那个胆子去冲刺这个事业。所以说，我是觉得说青农要回来返乡，你一定要去很思考你的资金有没有到位，你的通路在哪里，还有你的家庭跟你的体力有没有办法去配合。以上是我的心得，谢谢。谢谢您，请坐。2位青农提供他们回来种植之后生产面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怎么去寻找协助。那刚刚我们提到，有青年人返乡了，那在兰花的产值上面，我们可以提高附加价值吗？那针对这样的意见，我想请宏志大哥再跟我们说。我提供给大家2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一个叫食用花卉。那尤其像在西方的饮食上来讲，这个食用花卉一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是香氛，香氛透过花卉的一个提取。那我目前其实也跟大业大学在做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生产的模式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可以挑出一个比较抗病而且多产的品种，它不见得只有观赏。我们把它拿来做香氛的萃取，目前这个我们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做。那当然，刚刚在影片上，我也开发出我们的一个从文心兰的甘露聚糖去做的一个面膜，这个都是我们从1级产业慢慢拓展2级、3级的一个目的。当然，有人会问说，做观光休闲会比做生产要来的有利润吗？事实上，很多东西我们看的并不是利润而已，看的是说怎么样把这样的实用性让它再更扩展。所有的花卉其实还是有节气的使用，但是我生产出来了，我卖不出去，我不可以就把它丢掉啊。如果你把它变成布置的话，其实我心目中最好的第2市场反而是在台湾。但是你要台湾培养第2市场的时候，你需要透过这样子慢慢的一种推广，环境的推广，那种教大家来使用花卉的推广。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使用花卉大概只有日本的。可能消费量在1/10而已，这代表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是，所以我们不只在生产，我们在整个休闲农场上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慢慢去让台湾的消费者更知道我们这些花卉的使用。谢谢。谢谢。宏志算是走得很前面了啦。那隔壁这位理事长，如果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兰花产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有没有一些意见或是想法想要先提出的呢？以我的意见因为我是种植仙女兰的，是仙女兰育成的那种时间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它是受到华盛顿公约组织的规范，所以它不是说一般的农民可以种的。那我会从事这个产业的话，是因为它有一种兰花艺术的一种层次，因为我们种兰花种久了以后，你想要突破，你想要改变，所以会想一些比较奇特的东西来种，所以以仙女来讲的话，我们对仙女兰的那个产业目前还是在顶端的那种消费市场，所以它还是可以继续开发的吗？我们是还可以继续开发，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从事切花的研究，它对切花的研究的话，在日本市场它也是非常欢迎这种仙女兰的那种成品，它的价格也是蛮高的。那目前我们台北市场的话，它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只不过是我们要培养仙女兰所要用的时间比较长，是，所以目前是最大的瓶颈是在这边。好，谢谢您，请坐。农民对后生人种的家乡爱种兰花开始讲，其实韩国运用的提升家附加价值，其实也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注意啊。不过，如果我们只把这样子的市场只放在外销的话，刚刚也有农民提到说，其实国内也是有机会开发它的第2市场。给熊总，昨天要推慢赏咩？一个慢赏对那兰花产业来讲，我们把它重点放在也是主力的推广之一吗？兰花呀部分第一美兰菌主局呢，迄四体卷子所以伊个产业的代表性呢可以有我哋见如果像天使花园，伊可以同要收下
伫搭座一下吼，一面收下一面卖东西，一面又可以看到安讲的兰花，也对竹田的要为卖香要个基本上咧，迄个是融合的一个地方吼，个个上讲，迄面农业费啊讲，县政府可以挖一个或者呢兰花期吼，尤其呢可以给兰花期这边呢，在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吼。另伫咧唔满因迄有一个新的品种，同埋有讲一个新的品种，海外品种迄有开发以后呢，每个人都纳成本呢。吼，也喺我哋上讲，除了讲我哋主要的兰花的以外，迄没有用去提升新的品种，也品种去推表我哋台湾，吼，推表我哋竹田，吼，尤其我哋同埋我哋咧庄先生，以后嘅个宣礼兰，伊有发明以后呢，伊去各地参加比赛多的时间，他就用竹田这2个字当成他的名称，我要对地网上有一个改好的一个增加以后的能见度嘛吼，所以我希望讲有一个兰花一个文化专职区，培养嗰多我哋咧后生嘅，我哋咧有兰花品种，还有把大女个字，咱可以延伸吼，以后卖花要的东西。好，多谢熊总哦。我想请教一下研究员，您在农改场的经验来说，研究兰花，刚刚农民也提到，我们除了第一线的生产，我们想要提升它的附加价值。这样子对于兰花产业的发展，您来看是有前景可以继续做的，那也可以推广到别的农民身上去吗？因为一个产业，我们以农业来讲，那最主体的当然就是生产嘛。那生产到一个量的时候，以在地消费的部分开始就要想办法，就是做外销，这是现在的模式。对。那后续你在做都是一直在做初级生产的话，就是只能做生产者。那当然就是说往后走，不管是兰花这些兰花，或者是甚至以后的，像是说我们的水果蔬菜，只要有萃取功能，只要有它有那个相当好的效益。例如说刚刚有提到这个兰花有很多有香味的。这个香味我们可以萃取出它的这个香精来做后续产业的应用，例如说像是芬香的治疗啦，或者是甚至我们用到香水上面那个更高价的产品。种植兰花这个技术，刚刚有说很多农民、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所以这项技术在于永续推广下去。我们来想，农村人口老化的情况，有年轻人愿意回来种。门槛不会太高，种文心兰这些是有办法发展下去的。花卉投入的相对它的成本是比较高，但是它获利空间就高。对。那它本身的劳力密集来讲，就是说我们例如说像现在大概我们这几位农民大概自己经营的通常都是4分地、5分地或3分地。那通常以这样一对夫妻来经营的话，一年基本上我想好一点的话，大概100多万嘛，一年啊。那再即使差一点，大概有5、60万。那其实比上班族真的好很多。其实比上班族好很多，而且都是自己的时间。那因为有这样的就是比较优厚的收益的时候，那这些回来的就是青年农民，他们就比较愿意投入。但是相对的，你要投入之前就要考虑的比较多，例如说你刚开始你要怎么样开始选择你要种的产品？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最重要就是有通路，像加入产销班，花卉产销班它最直接就是已经现有的通路都帮你打好，你只要负责把你的生产做好，那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那产销班这边跟我们后续的这个贸易商这边都有办法帮你的产品销售出去。老师，您深耕兰花产业这么久，刚刚农民提说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附加价值，这个对兰花产业在竹田也好，或是说整个台湾也好，这永续发展是绝对要必要的，而且是连我们年纪稍长的农民也要继续有这样子的经验培养下去嘛，这样的想法才能够延续嘛。我想一个产业绝对是一个100年布局啦。对。好，所以延续下去那是绝对要的。对。那要延续的，我觉得品牌的建立很重要。兰花产业是一个部分，或是兰花产业的一小部分。对。那我不觉得说是一定是，而是说你整体上能不能说有一个东西，像比如说像有些时候我们去想到某些东西，我们就想到某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想到巧克力，我们就想到瑞士。想到这些东西，可是问题，瑞士完全不生产巧克力啊，是，对不对？那想到香水就想到法国，法国香水的原料是在法国吗？不是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在技术的层面，在行销的层面上，在很多层面上，其实都需要在做更深一层的，
好，那并不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而是能够深化到文化跟很多的结合之后，那出来的内敛的后劲才会够强。所以我想，这是在竹田像客家人，基本上有很多的这种传统文化，其实这种元素都可以进去。但是这些元素进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也许你要找不是客家人的。你去有这些想法之后，也不是客家人去做另外一个客观的评估上，他是不是有一个能够达到个国际水准，能够让人家认可，而并不是说你自己认为说，哎，我这是客家人的精神是什么东西，而是有个客观的评估去看，然后让它能够变成一个国际的品牌、国际的形象。好，那个东西是绝对是要考虑到客观的面向，然后考虑到国际的观念。好，因为台湾这么小，绝对是要走出去。那走出去来说，你绝对不能说我这个是台湾多好多好多好。那问题说你要让人家认可，说你台湾很好。哦，那这是我觉得说，在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往往会限于主观，怎么去把这个主观的那有些客观的想法去能够进去，然后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那个东西元素留下来。但是能够把一些的产品或各方面的能够推广出去，那才是真正的重点。好，这是我的想法。谢谢老师哦。其實喺台灣中南法中嘅20-30年來，一路嚟都有農民按上網睇大兵，韓國睇日本市場咩見來見問題呢？唔過睇下問題嘅情形下，會咁樣嘅發展出新嘅路，也係講愛同產業延續發展下去。我想今日喺節目討論當中，有農民提到講，農村人口老化，要行較多後生人落來，後生人落來過後，咁有法度大幫按呢錯呢到錢，本日嘅產業做得延續下去，韓國有法度提升附加價值麼？我想也將係也個產業有法度在個行10年、20年嘅重要關鍵。當然，我賺到錢也係一定重要嘅因證，無顧好生活，大家用不上嘅流體也繼續中呢。我想按呢個產業發展係帶帶大家共下來討論韓國思考，韓國前面就像先生講到嘅，按用嚟建立呢台灣嘅品牌價值，本我嘅。談到蘭花，談到文心蘭，就會想到台灣，也係愛大家共下來打表嘅。以上就係今日全面睇飛，感謝大家收看，現在。